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下晝3:36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《福氣來了》，我係劉慧珍哈。今日來到了拜日的好空氣來報道嘅單元，同所有鄉親朋友也聽下來關心到空氣嘅話題吼。講到了個卵啊，係真多人物卡非常多啊，是為來準備到嘅食材。到台灣來講，桃園哦，這3年哦，一年哦，會食係290粒卵。按度呢，唔過16按度嘅卵，咁有同呢個營養做下16度咯。好，但是因講到從呢膽固醇太高嘅人，卵是咪消失？卵同呢個膽固醇之間有乜個樣嘅一個關聯性呢？因基本都現場啊，是為大家來繞腸道營養師哦，老營養師來讓大家來打在鼓咯。大家營養師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當朋友又出來同大家來見面咧哈。因基本啊，就係請營養師來你鄉親朋友來講到嘅，是係一個卵啊，所以對你嘅生活當中，大家當然是會食到。不過呢，一個卵所來應用辦事上空間哦，可能要注意嘅事情是當多咧嗬。講到你啊卵哦，你當多朋友啦，照孫嗬，到一個洗澡嘅時間，可能就會食卵都當做石頭，你個料理地步都咪會有卵。暗部石頭可能想把點心也都咪會有卵咯。也正經呢，卵嘅應用成分，實來係用辦法啊，做啲先來請營養師啦，鄉親朋友來講下。好，而且應用實在是都有應用啦，哈，而且佢都便宜，有便宜，還有滋養，有軟，哈，有動到料理嘅方法，所以其實是都有機會性嘅嘢，哈。啊，你現在了解了卵地邊有乜個應用？卵地邊都係應用素、應用成分，卵白個嘅卵因嘛，哈，個卵白都係充沛蛋白質啦，哈，喺啲卵白地邊咧，其實咪卵。貴州卵地邊，佢全部有當好人做氨基酸，氨基酸就係按照必須氨基酸，你按照必須氨基酸就愛身體做唔來，一天嚟靠食物當做一道嘅，好，所以卵就有完全嘅嚟按照必須氨基酸，所以你當你一天嚟食到佢，當為安全，會做到人身體上嘅卵白質，好，所以係講到呢個氨基酸嘅成分啦，嗬，啲身體質感唔會基礎，嗬，冇辦法用出，冇辦法產生出來，天上我意思，啲食落去，嗬，呢個身體上做啲講，營養上會完全完整啦，嗬，一直講到呢個氨基酸，嗬，嚟講咧是係啲嘅卵地白度，嗬，卵白地白度1.多。是，阿樣講錯哈？卵因沒有，卵因沒有，但是卵因還有其他東西啦，哈，佢啲卵泡膜叫做卵磷脂，哈，韓國其他營養素啦，哈，韓當然卵因佢啲嘅膽固醇有較多的位啦，哈，啊你哋現在講你按照卵磷脂，好啦，卵磷脂咪有加個好處啦，哈，佢做得同按你血中嘅個膽固醇做得排的，佢做有啲大概幫助嘅功勞咁樣，哈，韓國佢還有其他營養素哈，比如維生素 A、B 是。韓國維生素 D 啊，韓國鈣啊、磷啊、鐵啊，哈，所以食材講加營養實在當好啊，然後佢有每一貴嘅東西，所以現在就當又便宜又好營養嘅東西啊，樣。所以講呢個卵地白度嘅呢個營養來講啊，嗬，真經係是當完整咯，嗬，大體你啱下看到嘅是應講維生素 C， 冇，韓國你下講到嘅啊，大家愛抗體，當然是愛是呢個纖維質，嗬，纖維質，嗬，對講搶菜要是夠多的話，你兩種冇甜，其他從因大體是有，全部有咧。講真經嘅咧，嗬，呢個應用成分哦，都上起來按完整來講，用大家當你食到卵上起來，應該是對身體會好長錯咧，唔係講應講唔好嘅啲問題啦，嗬。錯有氧啦，食材是當好啦，嚇，但係佢做前台嘅問題就一個膽固醇會較多，就卵因地邊膽固醇當多嚇，所以好食卵。要降膽固醇高因啊，當然啦，佢做得講是卵白就好嘅，卵因冇食，但是你就會想卵因嚟做乜嘅？嚇，你咪當打手，你是卵白冇食到卵因，那個卵因你嚟做乜嘅？嚇，你咪當打手咁樣嚇。但是雖然講佢好營養咧講，啊你咪係強調啦，均衡啦。食東西哦，你學特種之外食，唔好單講一種東西是多啊樣。所以呢個講最驚嘅都係呢個膽固醇嘅啲問題啊，大家是驚怕講啊，可能容易食多嘅卵啊，你是這啲
胆固醇来讲啊，吼，是会通过的都有问题啦，吼。所以呢，你爱做的讲爱强势、乱拍、爱摸势、乱摸，安样去？系，但操做得安样去做，好安样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，其实没做得啦，哈。其实哈，你个做面包店的人哈，去做得卖个大量的哈，那总系卖乱拍。莫卖乱烟，系冇做，我总系卖乱烟，冇卖乱拍。其實要安樣嘅公式啊，但人家可能要出5倍啊，下擺要到超級市場會要買到，買種嘅一罐嘅亂拍。哦，要安樣處理，下擺買得到，但是冇一普遍安樣嘅，因為可能價錢咪要較貴到嘅。假使因為佢要經過了解處理嘅了解工來講吼，當然你讓佢處理好來講吼。你是不是講你愛亂拍，你是賣亂拍；你愛賣亂摸，你是賣亂摸。你時間哈，你有得糊糊你就上起來了，所以你也賣單一種來講，是咪假使可能會貴價到啊？好，你這講到吼，你可能鄉親朋友假使有啲方面嘅需求吼，你就做得吼，來去看下那片油吼。好講到了位哦，你頭先講到了個膽固醇啊吼，假使講自家本身來講膽固醇吼，減下香港嘅朋友是冇來食安多嘅亂摸。頭先其實你就講到一種了個你講氨基酸廠嘛吼，你亂拍啲度係幾點多嘅，你係咪係需要嘅？唔過啊，有的人哦，佢都實在嘅人哦，你時間。連卵子模式的是這幾種用嘅生咯。錯，啲啊對佢家要較困難的位啊，你這個模式卵的是個可能就是牛奶嘛哈，所以牛奶底本沒有安樣氨基酸啊，就較冇問題。但是如果你種牛奶呀模式、卵呀模式的，佢按照全素在全部是在，佢要較困難的位，你也得到個很均衡的應用來講哈，又較困難的位。那叫做應用是安樣，你一日是冇，兩日是冇，因為唔會講甚至要乜嘅變化出來，長期長地講要乜嘅唔好嘅事情會出來安樣。叫做一段時間長地。一段時間長會地哦，所以你假使講烏克人啊，韓國你係講西歐嘅啲哦，因為佢烏克可能規模意思全部是在時間，佢可能會天然食，有時間你會建議講鄉親朋友啊，用辦來處理下好的。其實後一樣嘅人像冇建議，生意咧就實在啦哈。如果你烏克有兩個需要講，一天係實在是個，但是會記得你做本身是個牛奶個卵，一天係實到，安樣看唔會影響到佢變態，安樣好看唔會影響到啦，安樣係，所以就安樣嘅建議安樣，但是前後嘅也係生意咧冇講實在，安樣你啦，實到肉賣。當重要嘅，所以當攞安啲嘢，也個牛奶啲排毒啦，嗬，韓國安啲卵啲排毒啦，韓國安啲肉啲排毒，全部要安啲講嗬，啲人體要需要嘅啲個。氨基酸來講啦，吼，真緊嘅呢。我假使講你啲東西全部冇事嘅時間，你身體嘅你啲滋養唔啦，對你個長期來講，真緊嗰種影響十分係大嘅，你係都麻煩嘅。太，你要發現到嘅實在生意咧，較唔夠咩？係較唔夠，要安樣嘅發現，要安樣。所以要安樣嘅一張統計啦，吼。好，你一講到你個，你一天你就辛苦，你頭先講到你個膽固醇嘛，吼，嘅做得本膽固醇低排毒嘅你個代謝嘅。係好的喎，既然膽固醇嘅代謝做得係好的喎，亂幫哦。你睇時間，你時間做得時間多的喎。錯啊，內唔負嘅啦，你代謝要較慢啦。其實你講卵磷脂要幫助你代謝來講，但係你嘅代謝要按你身體嘅控制嘛。咁你一隻卵磷底邊嘅膽固醇就當多嘛，因為代謝係個，如果你講要卵磷脂，我做咧食較多嘅卵磷，做咧幫助代謝，冇按度好嘅事情，係佢代謝較慢，所以你如果食太多卵磷嘅時間，你膽固醇就會食入去當多咁樣。係好，所以咧是講到呢啲嘅，有卵嘅專用成分啲喺度啊，嗬，上起來啦，嗬，呢啲嘅你嘅卵拍啦、卵芒啦，韓國啲嘅其他很多嘅營養素來講，嗬，真緊嘅嗬，可能鄉親朋友看過啲都營養素過，見到都當然嗬，可能想安樣假使都來唔怕嘅嗬，做得建議大家嗬，從安樣營養嘅有卵嘅量，呢啲太體是幾多的係都好。太體是你係建議量是1日1隻啦，1隻卵磷啦，嚇，喺呢種上當好是卵嘅人，你就天2隻卵，你就剩卵拍就好嘅，就冇是卵磷啦，嚇。
咱如果你有胆固醇太高，你就因为验血低嘛哈，验血也个胆固醇仲较高的时间，也个伢家属啲吧有胆固醇高，比如伢爸伢妹阿公阿婆的有的时间，你也个卵因是建议讲1禮拜唔好超過4隻啦。卵因1禮拜唔好超過了4隻，其他時間時間講到你輪拍就好咧。係，錯，係。所以你咪做得講，到底做的是幾多哈？挺好嘅方法就差唔多3個月，你就驗血1擺，你就當收講你得膽固醇會高嘅，你就3個月驗血係冇到半年驗血1擺，如果佢冇高就做得講表示講你速度 OK，咁樣。他如果你高血，你就可能就係照顧較減少的會咁樣。哦，所以講到你個減下你膽固醇調高嘅朋友啊，你就做得半年哦之類驗血和驗1擺，咁樣意思係講係沒有是調高到嘅，你都有問題咧。好講到你啊，嗬，你嘅你啊卵拍來講，還個卵網來講，你是可能當到朋友同你分開料理嘅方式未當到，有一種講法講你嘅你個卵拍啊，嗬，天出愛煮熟來食。你係用乜嘢啊？因為哈，個卵拍底部有一個東西啊，按照叫做咧抵抗安尼底部嘅消化酶哈，去抵抗抑制哈，因為不安尼嘅消化酶冇作用，冇作用嘅時間，你食入來嘅卵拍就消化唔得，係哈，所以變到你食嘅卵拍底部就冇辦法消化，就冇辦法吸收，等於冇受到幾多營養，係，所以冇建議卵拍食生嘅。佢做的佢運動是熟嘅，但是你講卵因係咩做的是生，錯，卵因做的是生，因為卵因冇呢隻東西，好，所以佢係冇影響到講生嘅熟嘅係咩話影響到安尼嘅消化。係啊，而家就講緊上到一種問題咧，嗬，要當然講嘛嘅新聞啲部都有隻報道講嘛，你一個生嘅芥蘭嗬，直接安樣嗬，就講照順條起來。是一隻生嘅芥蘭，一樣直接吞那樣對上蓋一定好。一當然都當到朋友去講，哦，我哋係上蓋可能冇顏料冇顏紅，我做得等於一樣照順條是一張。其實一條真有提到咧，卵拍就唔得，假是長期卵網做得冇？卵網做得，但是我記得我有聽人安樣講，比如講唱歌比賽建議叫做講喪失卵拍。卵拍係冇到幾隻卵安樣顯嗬，我是有聽過安樣嘅，但是我冇看過報告講嗬，即係講相關嘅一個醫學方面報告，冇看到講曾經對腎有好，但是我呢度了下啲就腎係好唔好，下擺呢就要買胖大海啊嗬，水水嗬，係冇到好片啊，當到全部要做啲替代嘅方法，所以冇辦法因為係喪失嘅一個卵拍啊樣，一個喪失嘅一個芥蘭講真緊嘅啦嗬，要頭先講要啲效果唔過啊嗬，要當然會驚韓國呢驚拍咪有風險咧嗬，講到呢一個風色嘅卵啊，也係講白色嘅卵啊嗬，你假使講嗬，鄉親朋友你可以跳頭嘅時間，你啊先唔可以講幾個假使係用半天嘅時間，因為先同奶種咯嗬，你啊嘅學問都奶會，你家下就我繼續來聊大家來講到先到兩位來聊下。